参的那那，顶着个监管者的这军队啦，选个主要的，的娘的，搞的同呢，同嘛，着等这些的，但呢，个人送嘛找不着哇。是啦，今天参嘛搞的投票谢谢人，有请。Rezima namba参的呢，定了监管人的这这需按到当不了，搞得脱了牌喽。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现代赛道的1号选手登台，有请。大家好，为大家带来诗歌朗诵。下得穷穷嘎啦等，修等伢啦，对不起，修等伢啦有了等。塔克朗扬啦门主，礼堂过了你又为了用。第一次学习藏语，感谢大家的包容和支持。选择这首诗是因为它带给人的感觉和这件衣服的配色非常合适。读这首诗时，仿佛看到仙鹤飞掠过雪山，
让人心中不由升起对西藏美景的向往。踏鹤高飞意壮哉，高山一隅包山一隅雪皑皑。此去莫问天涯远，直指礼堂归去来。感谢大家给予这次上台的机会。无论比赛结果如何，我都从中学到了很多。再次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我们来自陕西西安的刘凯琳，推荐呢？没错。谢谢。对，大家我这个这顿内容的，对我的过程保卫中这些，面东个公推跟这些把也把马在，大众没人门着话个这些把有的，我这干是都可用些用，还讲给钱不人对啦，大这个对干的呢，没人忙不起个，不一用个，不起来干个。过度用个，不是来干个，忙不起用个多，这样我这扎西电池手机把这来上个多。我们的电池的当我去，手机面呢电脑干了哟，电脑面呢手机那样厕所面把的，电影呢我们记了几等个电话记的啊。好，非常欢迎刘凯琳，敢不敢挑战一下藏语题啊？还是汉语吧。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来抽一道题。好。女性无袖藏袍叫什么？这个也是一种学习藏语的过程哈。无袖的藏袍，其实就是叫无袖藏袍是吧？对，这道题可能确实有点为难你。没事儿，我觉得您也是来自我们陕西西安的。如果说这道题答不上，我们现场可以学一个藏语的词汇。好的，感谢大家。您觉得能答得上吗？我上台前记过很多，但是这个忘记了。好，我们现场一起来学习一下哈。无袖藏袍，其实无袖就是先来说一下袖子叫扑隆，扑隆，扑隆。对，无袖就是扑妹，扑妹，扑妹。对，然后就是藏袍叫曲巴，曲巴扑妹。曲巴扑妹，对，来看一下这个字，你可能就记住了。曲巴扑妹，记住了吗？记住了。好，无袖藏袍叫什么？曲巴扑妹。大家说，学得快吗？好，为我们的刘凯琳点赞，祝贺你。老师，先给把南边干嘛加入？咱上次为跟着那吧，现在我做年的，咱是讲当乌头克来的，咱是讲当我们这个地头克，也是咱是当张创的你的，对不对？好，您的得分是84.02分，祝贺你。感谢大家。老师，点这些，下面的点了监管这的些，这些按到你吧，刚才投了牌喽。好，有请我们的2号选手登台，有请。大家晚上好，我是02号选手七麦欧姆，很高兴今天又站在这个台上，又是很闪亮的一副。然后我希望每一个人呢，能够就是为自己而发光，勇敢的做自己。昨天我们已经介绍了衣服，今天我想再次突破一下自己，想要吟一段藏文的朗诵。谢谢大家。Ne tukla de pa me jang murnam la gawa tere Terma la samun me jang murnam la dengursil. Ongutun jo gawa tang jornang sem jo chornang jigin. Garte sem jore shona changma jore ne. Garte sem gopor ne na changma gopor yin. 然后给大家送一个祝福语吧。莫拉切有扎西说，再拉直接扎西说，诺拉样接扎西说，扎西喷什么错不说。老师，前面我们了，这话就真的。这我从和张哥哥前面我们了，定这些设计呀，给你加给一大补给。
对了。Jackie 哎，拉手前面我们给前面我们当着演习的呀，拉手呀。这么多呀。好，请听好题，说一个藏族服饰相关的谚语。谚语是否是英雄看男儿腰间，是否富有看女儿的背上。呀，推荐去，要不得说，老师，他的呢，给能被干嘛加入自己呀Re kamro naba chane nga chu nyam de jansi nga ta ni bi thof kar la ta jansi nga ta ni bi jing ti thof kar ja cha ja rig tang chang chung zhi zhi re tem de je点这些，想的点了点给简单去按到三八，刚才投了牌喽。好，有请我们的3号参赛选手登台，有请。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这套服装的设计者冯子轩，来自云南香格里拉。这套服饰是由我设计的创意类型的民族舞台服饰。上一次给大家介绍了它的灵感，那这一次就介绍一下它具体的一些细节。上半身还是设计了一个交领坎肩的一个形式，然后背后以披风的文案去做了它的堆叠。然后它的裙摆部分是做了打褶的长裙设计，使其行走时更加会具有动态美。它的这些图案以及纹样都是手工羊毛毡的形式。它裙摆它的这个部分是在里面加了鱼骨做了支撑，使其它裙身会更加的立体挺阔，然后让整体看上去的造型比较丰满。头饰部分也是以乌鸦的头去做了一个相应的设计造型。然后这是这套服饰的一些细节方面的讲解，谢谢大家。我操！好，感谢我从云南年轻的配备主播您来感谢，非常欢迎来自我们云南的朋友。给你播给大家给是选择藏语题还是汉语题？汉语题。好。好，我们一起来听。藏族配饰在交往中有用处吗？藏族的配饰在交往中是有用处的。首先，它是一个身份地位以及家境的一个体现。其次呢，在重要的场合去佩戴配饰，也是尊重的一个表现。另外，在互相之间馈赠配饰，也能够增进彼此的情谊。好，谢谢。就说有这个用处，既显示了家境和身份，也是一种礼仪的部分哈。老师，来要么加送过，参的呢，先给个南边，干嘛加入？Re za shang sewi kamro naba jamne nga chu nyam de jansi nga tak sambi thof kar la ta jansi nga tak sambi jing ti thof kar ja cha jam shi tang chang chung or nga jire tem de je老师点这些。想的这些我到一把，刚才投了牌喽。好，有请我们的4号选手登台，有请。大家好，我叫额瑟吉，来自鲁霍县。今天我大概的给大家讲一下，我采用了轻易垂坠的缎面与提花作为主料，其次在传统的经典鞋型设计上面采用了藏元素布料，
包括领口、袖口，包括裙摆不规则的裙摆上面，我采用了温润的绿松石与珍珠，包括白的贝壳，然后是珊瑚红珊瑚点缀，使整体看起来更富裕且更贴合现代审美的线条感。这样的改良不仅打破了地域与功能限制，更让传统服饰真正具备了走向国际时尚舞台的可能。我也希望大家在创新的同时，能保留传统服饰的根与灵魂，让藏服饰文化走进日常生活，走上国际舞台。谢谢老师，谢谢大家。老师，张国的佩佩，我这接三个，俺是些，嘉音的播音，嘉音，伊拉手。藏袍颜色选择与藏族哲学有关吗？是有关的，因为五色代表着无形天地无形，然后是代表着那个宇宙的观念。好，谢谢，回答正确。老师，下面的谢谢给南边干嘛加入？Re zashang zewi kamro namba jane nga tsunyam de janji nga tab jebi thokar lata janji nga tab jebi jigmti thokar jachi jabshi tang changchong den tigre temre je答正确，对对老师是。等的是，咱们的呢，点入讲给这连续舞蹈阿巴，嘎达头了拍着嘞。好，有请我们的5号参赛选手登台，有请。기쁘루인 고 쳤다가 건조는 샨듭 길긴다 란식 바남바 쳤성마 건 컴성아 ngana paye kan su labrong ne yong win ran sikang thangawa lo mutrang yina Kipiru pi shandam gergan dang shik so sun pe pi konro lanji demen talam ta thang la sin bi zing ma yang lan sam ta shi de lx ngana paye chom chu zong wo lik jem zu shi ring ne jen zin ba me na ke li lx kan go xin gan zin ba sunam suin ngi ta thang jang gu so yin na ta ngarang go jing gu shin ma zan ngarang gu zu ne de ni ka ta dang den an zik so sa ni rang go thong ka wi shi ti nor na ka khala ra lig ba gu zu ka zo lik ka chhe ka ta ni wo li chhe ta shi ta ji ka ta ni ko aran chi ding chu ta ro tong ko lo ram shun par sa se nya ka chu ta par ka jam chen ram shun par wen ba chan ju ke pa hwa rin de pa ta ro ho tang ge yin ti ku ta ni zu yo kun de pa man da ji te de ni ta de rang ga ti chu ga wang gi ngi wo li ji cha chu gum sam de ni jo chama da shi de la 老师，穷吃当，送去那边边把么呢？干是些，的那不给监区过个这话这里些个的，不一当加一，我也应该不一，老师。不给监区东这边当回去，当背这些东西。 我给监区东这话也别当回。我不监区了，归东这话也。监区那我个不讨是了，肯那有了。老师。从农部过一肯那有。老师。这啊不给不，干啥呀？路是弄那也是，不给不路是弄那也。到这个，俺说不给当兵忙不有这话。 nga so jengki tun dewe ge tampe kase ye namba chogi kase tata talam ke thetong la zi shimbe jopo nambe kase cherong tab devo yana poji jengki ko ge tampe kanda ye daryon do nyete ge jelam kane cha nambe chogon rochi ko ni ge le ya po jaso toji chi la so shende ge ge nambe kama jaro Re zase dambe zimbo namba shamne nga tsunyam de jaji nga ta ngawi thop kar la ta
장식 왔다 가비 지금 티도 그러나 자체 잡든 땅 장총 그 찌그레 때문에 老师，我定制是，谢谢你了，定制是。挂着去。 老师，디나 준타 디라 젠키가 제슈 온토 주파 가테 토르페로 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6号参赛选手，有请。 尊敬的嘉宾、评委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很荣幸能够带领我们作品进入决赛。接下来由我来为大家讲解我们的这3套服装。我们的第1套藏袍是采用了传统藏袍的经典廓形，在大翻领处加大了它的幅宽，然后在袖口和衣领处均采用了拼贴和 抽丝的方式来整体表现。然后我们的第2套服装，在上衣部分采用了藏式传统女衬衣的原型，加大了袖长与袖口宽度，下身配了紧身束腰筒裙。然后我们的第3套服装，灵感源于传统的坎肩，通过夸张肩部线条，以解构的方式来表现，在腰身连接处采用了羊毛编织的手法，下身配以阔腿裤。 我们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好，欢迎来自我们西藏拉萨的张华珍团队，欢迎。老师，谢谢。我给大家给，不好意思，抱歉，是选择汉语题是吧？啊，汉语题，汉语题。好。 好，请听题。藏族服饰的基本造型是什么样的？是宽松长袍样式的。是宽松长袍的样式。回答正确，祝贺你们。好，谢谢。老师，디나 시구게게 남비 코솔라 까마자루. रे जिमो लांजे जाने मा चुन्याम द जाजी गार तक ट्रिपी थोप कर लाता जाजी गार तक ट्रिपी जिंगती थोप कर जाचे चाटिक ता张冲是这个人对不对？是86.46，谢谢大家，祝贺，谢谢。好，谢谢，请入座。 रे जिमो लेजे कोंद ngazo sorjin yanayo tinra binayo re jenkun de chacha gogo shesonwa ta tin di chanam be ge ndi shi job dong ngazo yarzi pe longo dongjing hen je ge dowin togong ge chalu de jinda shi re se na tata mamambo shi gi shikmendo de ma shi di ngazo tata ge jenku ge njongkong da yona 로지 대용 고까무렌도아 이나 대리 자시 던도고 니만달라 세타종 레리 로자 로제가 당가르존 자동 샘존 자 잘렌 자게 로마 남지 롱오 동징 회가 젠크테 간다시바 대린다네 차대지 소지란도아